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捌招你探讨。有当地啊少年朋友咧研究台湾话，学台湾话，讲台湾话。华语的用词，咱唔通直接硬翻。咱若想起过去的代志，你唔通讲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。因为这两字过往谈台湾话，敢若一款解说，就是人目睭开落去，离开世间才有讲过往。敢有完有这个咧？有喏，有一句话，咱华语咧讲巴结，巴结顶司，巴结长官，巴结迄个有权有势的人，无毋对。台湾话原来有人咧讲巴结是这个意思，毋过阁有另外一款解说哦。国情啊节目要做好，透明加班资料认真找，内容看到杂志，人客毋只爱看，着爱较巴结的。意思讲吼，你着爱家己栽轻重，较骨力、较巴结的。台湾话有另外这款的应用。过来讲第二句，华语咧讲整人足恐怖，但是台湾话有的地方、有的庄头、有的腔口咧讲惊人。是讲吼，太高烂路真垃圾，规间房间安尼物件黑白片粪扫拢无款，足惊人。规身躯安尼连续骨落你无洗，油流甲接重，有影真惊人。国情啊，你安尼吼，身躯臭咸咸，搁敢来录影，穿这个服装师特别甲你拣的衫，你有影真敢死！哇，这句敢死，华语的解说甲台语原来无共。咱知影，华语敢死，敢若一种说明，就是讲。敢死队飞机赛咧，冲对敌人的敌营内底，当作要自杀。敌人的敌营规个你身躯配，一台飞机爆炸，炸死因规营区，安尼叫做敢死队。毋过台语咧讲的敢死，意思就是国情头拄仔咧记咧，规身躯油贪贪，竟然来穿人公家特别替咱照的衫，面皮哪遮厚？对啦，敢死就是面皮结厚厚，讲我说敢死啦。结果我甲制作人应，讲制作人。你嘛唔通遮尔亏害哦！即句亏害讲落去尔，制作人无欢喜讲，是你遮亏害啦！知影今日要录影吼，连续几落工，甘愿身躯囥咧生堂唔洗，所以即句亏害。但华语咧讲，就是讲介趣味，讲话够甜笑。毋过台湾有另外一款意思，就是讲即个人遮杂毛，讲较白讲，专业的意见、专业的主张，安尼讲我则亏害啦。制作人甲我念尔，我头壳摇咧摇咧讲歹势啦。我是来讲这个故事，拍笑谈，要招朋友来理解。台湾话甲华语的用词有当着要写法相共，但是解说是无共。